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59年粤剧电影《追鱼》高清修复完整版的第2期。片中张真的扮演者是许玉兰，生于1921年浙江新登，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。12岁进入东安舞台科班学习花旦，后改老生。18岁组建了晋华粤剧社，1941年演出粤剧《盘夫索夫》，正式改唱小生。1948年开始与王文娟合作，成立了玉兰剧团。1952年凭借剧目《西厢记》获得了第1届全国戏曲观摩汇演演员1等奖。1954年凭借《春香传》获得华东戏曲观摩表演1等奖。许玉兰是粤剧的徐派创始人，其表演富有激情，善于塑造人物的形象。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就点赞关注。好，请看《追鱼》的第2期。庭院再相交，但只见梅影里楼台四望，要夫人并作也有传家话。夫人，此次好话，可惜夫人体用啊！是相爷，我不到别不时光，去请张相公前来的事。多嘴，他晓得的什么事？是。还在这里做什么？快去准备饺子，等会相爷还要上家滚灯去呢，下去。是。女儿来，须为此事心受伤，为父早已定主张，倘若逼他把婚配，岂不要落一个屈平爱妇华名扬？我今夫3代不遭他一许，残留着穷酸又何妨？但等他金口复考落地儿，恰并领选状元郎。要啊，不是小姐去赏玩梅花，晒晒心吧。是。
替你去摘些梅花来。娘子先跑到这里来呀！哎呀，娘子，你跑得好快呀！哎呀，你夫人，请快叫我娘子来人呐，来人！哎呀，主神呀，主神！这是主。来人呐，来人，快来主神呀！小弟，他不是人，他是上相公呀！什么上相公、李相公，分明是神！出神呀，出神！出神呀！出神呀！快！出神呀！出神！出神呀！我过来的王三是个屌丝女人，赶快把她滚了出去！快走！啊！又出生了好大的胆，进攻华人面前，当相府容不得你，家园要将他赶了出去！滚！来，我死记回来，死记回去！你呀！儿，怪你不得，这是出身无礼呀！儿，不要你哭，快去为娘回房去吧！啊，快回房去吧！啊，快去！七相爷，小爷备好，请相爷上前观灯。带路。是。恩情从来婚姻跟我成门，急忙忙再管我多情的苏生，要你当抛恩情断边心。他那四两牡丹一家一醉，你是谁？为何在此地哭啊？我是金牡丹啊！怎了？当相公招拜你们赶出门来，对他之臣，我与你有夫妻之情，岂能让你流落在外？哼！你在花园之中高喊之人，为什么夫妻的情分？怎了？我是广生，我是神，谁是你的长郎？长郎你就要死家，
在前，只因我爹娘在身旁，并非我有意来充场你，妾身是必不得已忘记从今以后，妾身情愿跟随长郎受穷受苦，我再也不回家去了。可是长郎，因我至今无望你，只得暂时到我自己家中去吧。自此一同前往。不，要是见你父亲知道了，那怎么得了？那也顾不了许多。如果全天一路之上，你我夫妻任何话等岂不是好？还要什么话等，我是个路就要见。今晚事事都是妾身不是，把长郎气成这个样子，如今你我夫妻多看几次话等，不上是不？对呀，对呀。一男一女为慌慌张张，小人不管路下讲，张相公还有我家小姐，将他们快快追准，不得有误事。
家有要事告辞了。请。大举严重的，听母亲说插心头话，关在眉头，喜在心。而今母亲一般走。小姐诚心实意做心诚，小弟做的上元门，愿我儿配一个状元节里的美郎君。天，嘿！可问出身小长人，贵族府门有把是非身，他竟敢与我满带女，童话闹市观花灯。这样看去还得了，岂非是堂堂相相爷，当相府小姐这桩带了的来。是。小畜生！老夫将你观察府门，历经胆大包天，反而勾引我女儿滚灯闹事，我们奉华人命诫，这还了得！来，与我放了。家园有将这小畜生斩也速亡。来吧，你弟弟要生气的呀！还不快给为娘回到水里去吧。女儿是你抚养的，你可分出真假？女儿是我生的，我能分得出真假？哦，我
上面有肉子一个，有肉子的就是真的，没有肉子就是假的。快去人来，快去人来！母亲，儿手上有肉子，有肉子是真的。母亲，儿手上有肉子。哎呀，夫人，他也有肉子，你也有肉子。母亲，儿有肉子，儿是没有打。母亲，儿有肉子，儿是没有打。儿有肉子，呀爷，这是何时好啊！苍天啊苍天，想我今从在一道为官，不在曲酒芒场当成骂道，并不趁此妖孽，好不那上官人也，相爷。追相爷心上人，得起身再去看分明。见他俩头上紫彩也用兵，胭脂点江人，上面穿着双红袄，下面系着白花裙，这是我的亲生女。母亲，儿是没有打，儿是没有打。母亲，儿是没有打，儿是没有打。我实在难分家务真你本是九里无里金，你不要说口来喷人，有朝查出你真因，管教你难道命难道命？你的要命，你的要命，你的要命！野外将他们两人带了下去。我想相爷，他俩真假难分，这是何时好啊？哦，夫人不必惊慌，本是包大人再要尽力哎，待老夫手当修饰一封，即包大人过府判断此事。这是好了。